主愿意透过阮，互阮兄弟姊妹甲注意相对，互阮兄弟姊妹听见上帝的声，也透过阮后世宣传阮的会众，同心合意来敬拜来保护你的名。伫你的面前，我献上感恩，也伫礼拜开始之前，搁一届求助你来祝福阮宣传带领阮后世同工，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祈。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即时咱用敬虔甲安静的心来敬拜上帝。啊，咧敬拜前，请咱甲咱的手机搁一遍来确认一下，是毋是关机，啊是用震动的形式，来做来调整一下安尼。啊，以免咱影响咱整个礼拜的定数安尼。啊，就请咱安静心甲敬虔心来敬拜上帝。
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亲的百姓，是守的羊。今仔日恁着听伊的声，就是咱请敬拜团来带咱学乐。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如果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慈爱，他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就大声欢呼来赞美他。可以击掌，可以欢呼，可以跳舞，可以歌唱。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配得所有一切的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要四弦乐器赞美他，把乐器心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要四弦乐器赞美他，把乐器心都要来赞美他，把乐器心都要来。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还是那一位鉴察我们的神。在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赞美他；我们快乐的时候，也赞美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已经鉴察我们的心，他也看顾我们的心。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靠着他得刚强；在我们还没有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
我比你的灵。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永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宣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由我来启，咱来应。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律法的，遵循有感情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道路藏我的心内，免我找你。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工在路，求你互我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求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爱惜你的律法，看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窍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这是请人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伫这个所在来感谢你，因为伫早时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每一个人的罪，互信你的人会当得着地头生，成做你的囝儿。阮伫这个所在会当直接来伫这来学来敬拜你。阮知影你时时刻刻教示阮，爱阮互相相听，奉献阮家己的恩赐，谦卑家己。互相来服侍，互教会会当得到合一。教示阮都爱正做福音的前边，去除阮人的软弱，无法照主你的旨意全心全力来行主你的事工。求主你搁一遍来赦免，求主你的灵也感阮时时刻刻甲阮伫地，互阮的元神，互阮的信心、听心会当一致，会当做人的利益。会当荣耀主你的名。阮伫这个所在，也为着阮的国家来恳求，互领导者有智慧，会当领导这个国家有公义、和平、疼甲毋忘，互这个社会会当和谐，互每一个家庭会当成做基督化的家庭。求主你也特别看顾阮的会友、的兄弟姊妹，若是有身心灵软弱的。求主你的话来安慰伊，互伊伫实艰苦的时阵会当体验到主你的同在。这是阮来为着台湾新学院来为主来恳求，或者学校伫遐来培养出的新学生，会当尽心尽力有使命来保佑主你的道理，互你的恩典
会当平落伫每一个角落。我伫这个所在，你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来运转伫这会堂，互你的话通过张无水喙来讲出你的真意，互你的话成做阮路上的灯，脚前的灯。我来感谢基督，一直奉主耶稣的圣子名求，阿门。即是咱请敬拜请放钟来学咯。感谢办总团诶美妙诶讲真啦吼，就感谢伊。这是咱讲首的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第1节，因就到海约对面岸，到吉拉辛人的地方。耶稣离开船，岸边有一人对坟墓中出来拄着伊，就是互写成附身的，便所徛起伫坟墓中。无人会绑伊，虽然有铁链也袂下，因为斗斗用骹扣铁链绑伊，若是铁链互伊踹断，骹扣互伊讲喙，无人有气力通压制伊。每日常常伫坟墓中伫山里后叫。将石头家己伤，远远看见耶稣就来拜伊，大声后叫讲：“只管上帝的囝耶稣，我甲你啥物干涉？
我指上帝来恳求你，无伫苦楚我，因为耶稣捌甲伊讲，啥时啊，着对迄个人出去。耶稣问伊讲：你号做啥物名？应讲：我名做赢，因为阮遮的真济。伊就切切求伊，无伫赶伊出迄个地方。伫迄个山边有大田地咧讨食，伊就叫伊讲：差我入遮个地，互我趁入去。就阮伊，遮个邪神就出去，来入遮个地。迄伫地走落山壁，冲落海，约略2000只，伫海里溺死。各地人走去，甲城内甲乡下人讲，人就出来看所拄着的事是怎样，就来就跟耶稣看见迄个犯着鬼个，就是互赢所甜个，坐伫穿衫，还在就惊。看见人将犯着鬼个人所拄着的，甲规定地的事，拢甲因讲，因就对耶稣离开因的境内。耶稣倒来阵阵，迄个捌犯着鬼的就来求伊，准伊三角去。耶稣毋应样，讲倒去你的家，找你的亲人，将主甲你行遮大的事，甲所怜悯你的，甲因讲。迄人去，伫地加堡里报扬耶稣所甲因行的大事，众人拢奇怪。这是咱请陈牧师来监督，今日的主题是灵魂的价值。恭喜这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我是用台湾神学院所找派来咱教会来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来代表台湾神学院兄弟姊妹来请安吼。我大先来报告啦吼，这个咱拢知影马街吼，因为台湾神学院是马街设的吼，真侪人知影伊是一个宣教师，是一个教育家，伊嘛帮赞，伊嘛设立即个设立真侪教会吼。但是你若有认真去了解马街即个人的时阵，你就会发现吼，你发现即个人真厉害啦吼，他是探险家，他是植物学家，他是一个是观察社会的人，他是一个宗教家吼。你若咧爬山的人，你就知影，我那当阵咧爬山，要去爬雪山吼，你上网去查雪山，你就会查到，在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攀登雪山有记录的吼，无记录咱就唔知影。在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攀登雪山的人就是马街吼。伊经甲伊的向导去到迄个雪山圈谷吼，迄个所在，是因为有鸟咧叫。迄个向导就是迄个头目吼，原住民的头目讲，这鸟咧叫的声音是不吉祥吼，所以今仔日袂使上山，袂带马街爬上迄个雪山吼，不然迄个雪山第一个有记录的攀登的人就是马街吼。伊无去爬了以后，后来是日本人去爬吼，因为清朝伊不重视那个国土的测量管理吼，所以清朝无做这样代志，日本人就去爬吼。不然历史上第一个有爬那个雪山脉，背景雪山山峰的，迄人就是马街吼。搞不好那个山就会叫做马街山吼，因为纪念第一个爬上去的人。无啦，我是安尼开玩笑讲的。我家己就爱爬山吼，所以我知影吼。我下礼拜要带阮教会青年去行草林古道。你若有去行过草林古道，你有去上台湾的迄个定定咧爬山，有一个叫做淡蓝古道吼。有咧爬山人，淡蓝古道有分北路、中路、南路。中路又称为什么之路？马街之路。为什么？因为在台湾的历史上有记载哈，有记载的我们才说，没记载都不算了哈。台湾的历史上有记载，走淡蓝中路上界这边的人，迄个人就叫做马街。因为马街大概行拢伫伊的日记内底镜头写，所以历史上有记载走最多，这个咱讲的草林古道，我相信草林古道恁中敢嘛有人去爬过吧？应该有吧？不会没人爬过嘛吼。真侪人毋知影，即条路吼，毋是咱教会内底家己咧讲的，这是迄个淡蓝古道协会伊家己讲的，就是即条路叫做马街之路。我去行即个淡蓝古道了以后，
我搁去行一条叫做漳之细路吼。漳之细路为桃园的即、个龙潭一直行到台中的东势，是古早时代人咧炼樟脑吼，砍樟脑、炼樟脑术吼，咧行的路，应该串起来吼。其中嘛有一段伫即、个苗栗吼，苗栗的迄、个迄搭遐嘛有一段被称之为马街之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若有看见马街的历史，你就发觉着讲，伊是台湾最早在教什么？教进化论的。我们教会不同意进化论的，但是在台湾最早教进化论的是台南神学院跟台湾神学院。所以你要知影哦，你要知影，咱的长老教会的信仰是一个足重视科学、足重视自然。所以马街他除了教神学以外，他教自然科学，他教动物学，他教植物学，甚至他教病理，有关于医学的东西哈。所以咱做一个长老教会的会友，咱要有这个光荣感。我们的教会不是反智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理性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重视圣灵工作的教会，是一个重视上帝话语的教会，也是一个重视人文科学的教会。所以你知影无？你是长老教会的信徒吼，所以马街伊安怎？伊办学校，伊办病院，伊重视教育，伊教女子读册，然后伊要改变台湾的文化。所以这个咱看见就是，这是马街伊的教育中间所留落来吼，然后他留下的就是他一直咧教学生上重要就是留下台湾先学院吼。当然，他也有淡江中学啦，很多学校吼。但是咱要讲的就是讲，这就是一个马街的精神吼。台湾先学院伊是一个承续这个精神的吼，伫咧教导咱的先学生，咧教导咱会训练咱教会传教者。咱要讲的是，无有好的先学院，就无有好的教会；无有好的教会，就无有好的青年；无有好的青年，就无有献心的人吼。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哈，这是一个循环。要有好的神学院，才会当帮助着教会。我跟你讲，不是先学院拢是好的啦，嘛不是教会拢是好的，也不是 Good TV 在电视上播的那个都是好的哈。我定定伫教会内底拢讲，你 Good TV 哈，加减看就好啊，莫是有认真看哈。因为 Good TV 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牧师讲的哈，跟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是有差异的哈。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尤其跟咱改革中的信仰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你唔通想讲哦，基督教电视台咧放的拢是好的吼，无一定嘛。那很多不同的教派，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教派。歹势我安尼讲吼。你要知影，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影响这个世界非常大的咱的信仰吼。我无足侪时间要讲，我只是要甲咱大家兄弟姊妹讲，就是咱来支持先学院，就是帮助明仔载教会啊。那我们现在的神学院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咱少子化，少子化非常严重的冲击我们长老教会。好啦，我感觉中兴教会是一个真好的教会哦。我你看，还阁拢有少年的，你知影无？我去足侪教会，安尼往来接白发吼。毋是往来街博丁吼，拢往来街白发咯。我若去迄个教会人上济，就是参加个别礼拜咋，个别礼拜教会拢坐甲满。普通时啊教会拢无人安尼吼。咱长老教会伫即个少子化，个青年流失吼，所以我们的神学院非常缺少年轻人吼。所以鼓励咱的优秀的青年去献身去读先学院，受好的装备，将来才会当造就好的教会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循环，所以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先学院的教育训练吼。那我自己觉得我在神学院受到非常好的训练吼。我伫先学院真认真去学怎样讲道解说圣经吼。学校拢有咧教，但是学生无一定认真学啦。我跟你讲，我要真的承认吼，我看很多牧师他们没有很认真的在解释圣经吼。
因为迄解说圣经吼，你去看别人的就好啊，你无一定要家己生啦。但是真正家己生的讲道篇就是无相共吼。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神学院吼。伫咱今仔日咱的即个周报内底有夹一个奉献袋啊，请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关心来支持圣学院，互圣学院伫即个时代会当造就更较好的传教者。好的传教者就帮助咱的教会，吼，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闭放阮的心来要听主你的话语。主，阮求你伫你的话语中间，搁一届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来经验上帝你的疼，互阮也看见灵魂的价值，愿你保守，愿你带领阮。伫你面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读到这段圣经，讲到这个格拉森这个所在吼。这个格拉森这个所在，一般是认为是伫加利利的东边加利利的东边差不多10公里的这个所在我们有看到可能这个可能是伫这个所在伊是伫这个加利利东边海边差不多10公里的一个小城咱知影犹太人因是安怎？犹太人是无饲猪的啦因为因感觉猪是一种无清气的动物所以这个地方却养了2000头猪啦。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圣经的人都不会认为讲这个所在是犹太人住的所在，这个所在真有可能住了很多外邦人的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下船，耶稣上了岸，就有一个乌鬼被乌鬼迎着的人来迎接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你有感觉一个冲突无？你有感觉一个冲突无？台语圣经读起来讲安怎？迄个鬼就来安怎拜伊啊？你拄则读台语圣经，你有注意听无？来拜伊啊！鬼怎么会拜上帝？鬼怎么会认识耶稣？你拢无这个冲突感你有迄个感觉无？亲爱的姊妹，真侪时阵咱得到的迄个观念拢是鬼是不承认耶稣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鬼都认识耶稣而且拢承认耶稣好，伊上花就一个互贵妇身的人来迎接伊这个人安怎？圣经讲的安怎？这个人安怎？久久无穿衫，他没有穿衣服。什么叫做没有穿衣服？我们一般人、一般正常的人都会穿衣服，所以这个人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是失去正常的心智，他可能对羞耻的感觉不一样，而且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安怎？伊对失去基本生活的样子我的 PPT 小看有照片我本来看乌的拢走出来好来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会知影这个人伊的心智甲一般的人无相共然后呢，他过着失去一般人基本生活迄个生活的方式咱要讲伊是一个安怎？伊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人伊中文圣经讲，伊身躯内底有一个叫做群总是伊是离群独居的人，伊过着一种独居的生活伊安怎？伊无住咧厝内底啦，伊住伫蒙阿波咱以前迄个听人唱歌讲蒙阿波也敢去就是安怎？普通时你敢去无？无人爱去我会记我以前伫北医读册时讲爱去捡瓜鸟解剖，我规个台北市内底找无瓜鸟。尾我甲阮同学烧酒，讲我带恁来去蒙阿波捡瓜鸟，阮同学惊到要害去。咱做基督徒安怎？基督徒较毋惊死呢？你有安尼无你会去蒙阿波你会惊袂我有一届，歹势我插话一下，我有一届一个会友厝里有人过身啦做个别礼拜，有一个外教派牧师就礼拜都做煞了以后，伊忽然跳出来伊就讲：我们来做一个洁净的祷告。祈祷了以后，迄个会友就甲我讲：哇，牧师啊，迄洁净的祷告足好诶安尼我祈祷了以后，我才做平安我心内小可甲 OS 其实我做牧师自我来参加，我来基督教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在告别礼拜完结束之后需要做过洁净祷告。恁教会敢有？无嘛？咱袂感觉参加个别礼拜安怎？无清气，对不对？恁会安感觉袂？台湾人会台湾人会对不对？台湾人参加人个个别食了以后爱安怎？离开爱安怎？洗手，爱用迄个什么50水毋是50水啦，迄个净水净身啦。
我要讲的是，有时候你觉得很敬虔那些东西，很可能你只是把台湾人的宗教观念偷渡进去基督教。我无甲你讲啊，我无甲你讲，但是我心内安尼想啊。我甲恁讲吼，恁若拄着有教会甲你讲个别礼拜煞爱洁净吼，你要从心里面拒绝他。迄毋是咱基督教的信仰啊，迄是咱着台湾人宗教的信仰啊。你看起来好像很敬虔，其实他是信心不够，因为咱相信，这个人死了以后，袂甲咱误会，人死了以后袂变做鬼来甲你附身啦。你讲圣经内底有鬼啊，迄毋是人死变的啦。那个是台湾人的观念，我们不要被台湾人的观念甲咱迄落吼。好，伊甲咱讲即个有鬼吼，鬼吼，你我稍微迄个上一下成人主日时吼，圣经内底鬼吼是为天使对落的天使变的，吼，对落的天使变的，所以毋是人死去变的。人死了以后，人的灵魂是去到上帝所备办的所在，就是去阴间啦。吼，伫遐听候，国活信主的人国活得到救，被接来上天；无信主的人国活被隔离，甲上帝隔离。吼，用咱的话来讲，就是去到地狱吼。吼，但是地狱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吼，咱小看呢讲者哦，所以基督教无迄个人死了以后变做鬼去甲人害吼，去掠交替，还是去人害？没有啊，这个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哦。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台湾人的宗教信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吼，迄是台湾人的宗教，毋是基督教的信仰吼。好，伊讲即个鬼伊住伫个啥物？住伫个即个蒙阿波内底。蒙阿波就是啥物？无清气的所在，就是城神大的所在。但是城神大的所在，即个城神毋是人去变的吼，毋是人死了要去变的吼。然后安怎？然后这个圣经甲咱讲安怎？无有人会当妨害伊上帝家己啦。圣经讲，没有人可以捆住他，吼，就是用铁链甲骹扣甲锁掉的嘛，无法度吼。伊互鬼赶到旷野去吼。亲爱兄弟姊妹，为什么有人要用铁链甲锁掉？谁要用铁链把它锁起来？是警察还是什么？毋是啦，遐个用铁链甲伊锁掉。真有可能是伊的亲人朋友啦，用铁链甲伊锁掉，是想要甲伊斗相共啊，想要帮助他啦。为什么？因为伫迄个医学无发达的年代，用铁链甲伊锁掉，是为着要防止伊安怎自我伤害，伊会伤家己啦。所以咱以前吼，中辈人、少年辈可能就毋知影即个所在叫做龙发堂，有无？你捌看过龙发堂的影片无？足侪人伊得精神病，用铁链甲锁掉的，有没有？是为了怕他们伤害自己，毋是，甲锁的是为着要甲保护吼。所以即个人安怎？伊会伤害家己，然后伊气力真大，伊甲将即个骹扣铁链串转去吼。即个串转去就表示啥物？表示无有人会当甲伊限制，无有规则，伊无受到控制，律法也无法度。人会甲伊压制嘛，无法度吼。好，然后圣经甲咱讲，即个人安怎？伊规暝伫即个坟墓内底，甲山内底大声嚎叫吼。像兄弟姊妹，恁若听见有一个人伫迄个坟墓内底、山内底大声嚎叫，你感觉安怎？日夜吼伫遐大声嚎叫，你感觉安怎？真恐怖啊！还是你感觉真欢喜？咱听见有人伫迄个山内底，伫蒙阿波内底大声嚎叫，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代志。为什么伊会大声嚎叫？伊是咧发救人吗？毋是啦，伊咧大声嚎叫是因为安怎？伊承担极度的重担压力，伫伊真痛苦的中间，日夜喊叫。咱有时阵看见即个过负心的人，咱爱去了解伊的状态啦，毋是？咱有时咱那个读过就无啊吼。伊就是伫足痛苦，足痛苦，足痛苦，所以大声喊，大声喊啦。无大声喊要创啥物？你知道大声喊可以舒压哈，所以他的压力让他的痛苦很大很大。所以伊遐大声喊，圣经讲伊日夜大声嚎叫，就是伊不管是日时还是暗时，伊的痛苦，伊的内心拢无法度得到安静。所以一夜大声喊，然后圣经甲咱讲伊安怎摕石头、拿石头砍自己吼。
咱台语圣经迄个翻译，我大概读起来拢感怪怪吼。摕石头家己伤，你若注意读拄则台语的圣经哦。我们的台语会用法真少，甲迄个动词放伫后壁吼。摕石头家己伤，你捌安尼讲过台语无？足少的啦，摕石头家己伤，摕猪肉家己烘安尼吼。那喊低吧，我们都通常把动词放中间啊，很少把动词放中间。我读到这一段，我都觉得，这是不是咱的宣告书以台语的用法用英语的倒装句安尼吼？咱台语就安尼讲吼。好，伊就讲伊摕石头家己伤安尼吼。为什么伊会摕石头伤害家己？你捌想过无？哦，你们什么时候会拿石头砍自己？应该无啦吼。你们应该没有这个时候，你哪有什么时候会拿石头砍自己？安尼表示讲你还蛮需要去检查一下哈。像兄弟姐妹讲，伊摕石头伤家己，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因为伊活伫极度的痛苦中间，他太痛苦了，伊的心灵非常的不得安宁，所以伊也透过自残。你捌看过有人自残？有啊，我做牧师，我有足侪机会看见人自残。我有该去看一个少年的。青年，哇！一支手筋头，全部都是拿刀自己割的。我问伊讲，你为什么要这样？讲牧师不痛，袂疼袂疼，你为什么安尼？因为伊的心内，伊的心中有其他代志搁较疼。你知影无？有时阵伊是伤害伊家己来转移伊心内对其他代志的疼，你知影？有人讲，伊喙齿足疼，结果人用脚甲骹掌甲斩一个。你我斩要创啥？你喙齿是不是袂疼？他已经转移啊，疼痛可以转移你对其他痛苦的注意力哦。所以摕石头伤害家己，伊是要转移伊家己内心迄个痛苦。从他自残的动作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身心灵，甲伊的迄个人际关系。都处在一种极度破碎、痛苦的状态里面。然后，圣经讲，这个人安怎？伊看见了耶稣，伊就安怎？拍伫耶稣面头前，大声吼叫讲：“至关上帝的囝，耶稣啊，我甲你有啥物相交叉？求你莫叫我受苦。”现在兄弟姊妹，你感觉这个鬼捌耶稣啊？捌耶稣？啦，伊一开始伊就承认耶稣的名，讲至关上帝的囝耶稣吼。所以他都承认吼，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都有碰到一个吼，我唔知你对基督教熟不熟？你捌去赶过鬼无？哦，你拢毋捌听过人赶鬼吼？啊，赶鬼时拢会问讲，你有信任耶稣的名无？我们以前被教都有这一招吼，后来我发现这一招真的是烂招，安怎话你讲吼？咱拢讲啊，迄个凡灵不承认耶稣的，伊就是安怎？伊就是迄个，伊就是无，伊就是邪神吼。啊，信任耶稣的名，才是迄个真正灵。啊，即句话吼，圣经内底有即句啦，但即句话毋是咧赶鬼用的啦。即句话伫圣经内底意思是分别假师傅和真的师傅吼。因为迄个时阵的教会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有一寡咧传福音的人，因就讲耶稣毋是上帝，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啊，为什么？这是希腊哲学影响，就是一寡希腊人因信耶稣了以后，他们是信耶稣的哦。可是他们的希腊哲学让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因为因的观念内底，肉体是不好的，灵是好的。上帝是个灵，耶稣是个人，人有肉身，肉身就是邪恶的。上帝是完全的神，完全的神怎么会成为邪恶的人？你知道，希腊人的哲学，你拢用分类成是什么？邪恶的人啊！所以上帝哪有可能完美的上帝哪有可能变做上帝？希腊哲学讲袂过。请注意，弟兄姐妹，咱是相信希腊哲学啊，咱相信什么？圣经。圣经有讲物质是邪恶的吗？没有哦。你知影足侪教会拢甲你讲物质是邪恶的哦。圣经内底讲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怎样？甚好。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的。上帝创造的物件，上帝有创造灵吼神啊，天使就是上帝造的。
但是上帝有没有创造物质？有啊，物质都是什么？甚好的。所以咱基督教内底无迄个物质是歹的，只有灵才是好的哈。啊，所以你有当咧听迄个牧师咧讲道时，你嘛要分辨一下哦，你要小注意一下，讲啊什么啊灵魂体是不好的，灵是好的，你要说你吼，你唔好去黑白去牵去吼，迄是甲希腊哲学读入来圣经内底吼，迄毋是圣经内底吼，圣经内底无一款希腊哲学吼。好，我讲一个收分去啊。啊，这个乌鬼伊就趴伫地上吼，他就伏在耶稣的面前，甲伊讲吼，讲啊，我跟你有啥物关系？叫你莫叫我受苦吼。你看到这个乌鬼，他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你知影无？祈求吼。啊，我考伊一个分类，叫做先投降，但不撤退。你讲，这个我读了很久，我自己归纳的吼，你拢无啥物反应吼。伊知影家己挡袂牢耶稣的能力啊。所以他一点都不想跟耶稣抵抗，对不对？伊直接趴伫涂骹，讲啊耶稣啊耶稣啊，你是至高上帝的囝，哦，伊安尼承认。但是呢，求你莫叫我受苦，就是我不要离开啦，我不要离开，我可以投降。上帝的能力那么大，我没有办法抵抗他，所以我投降。但怎样？我不抵抗，我投降，我不抵抗，但我不要撤退。真的兄弟姊妹，这甲咱的信仰有共无？有时阵不只信的，你若讲耶稣啊，耶稣我有罪啊，但是我不会悔改，你知道吗？我不会改变啊，我可以认罪，但我不要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跟耶稣承认投降，但是我们不会改变，伊不爱撤退吼。伊想讲，我承认耶稣你的名，你互我继续留伫这个人的心上啦，留伫这个人的心上。为什么这个鬼伊不爱离开？因为迄个时阵的人相信鬼必须要有一个寄宿的宿主。踮伫遐的宿主吼，伊若离开，伊的日子就安怎真歹过吼。好，咱看这个马太福音12章讲，乌鬼在无人之处，乌鬼离了人生，在无人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就会找无啦。伊离开人了以后，伊无安怎？伊无安歇之处啦，伊的日子会足歹过吼。啊，所以这个鬼伊若无找着伊若离开伊的宿主，伊找袂着安歇吼。啊，所以伊真惊耶稣叫伊为这个人的心上出来，所以伊讲耶稣啊，叫你莫互我受苦，伊讲安怎？圣经说，他就再三的求耶稣，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伊若向鬼叫为人身躯顶头赶出来了以后，伊会受苦吼。好啊，咱有可能感觉啊，这个鬼嘛真可怜吼，你若甲赶出来真可怜。但是咱爱知影，伊互这个人伫时啊，毋是伫山林内底嗷叫。然后摕石头伤害家己，用铁链甲伊绑掉，伊拢甲带转去。真兄弟姊妹，你感觉这个互鬼附身的人，伊敢有上帝的形象？无啦，伊的性命无平安，无喜乐，伊无迄个上帝创造伊的形象吼。然后这个鬼附伫人的身躯顶头的这个人安怎？圣经讲伊的名叫做群啊，因为安怎？因的人数真济吼。好啊，这个群是一个。军队的编制单位哦，咱的台语圣经甲翻做营吼，叫做营吼。啊，有当兵的人就知道，有些咱中华民国的陆军以前的嘛有叫做群吼，我以前做兵的时候叫做化兵群吼。我哋化兵群就是群这个单位吼，群是比这个营搁较大的一个单位吼。啊，这是一个军队编制的单位。啊，通常在当时候的罗马军团，一个群约有6000个人吼。所以，毋是讲真正有6000个鬼附伫伊身躯顶头，是表示讲伊的数量真大吼。啊，伫圣经中间，你若注意读圣经，你就发觉到，一个人若互鬼附，通常伊毋是干那捡一个鬼附尔，伊通常会捡过来鬼附吼。好，亲像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对伊的身躯顶头赶出7个鬼吼。吼，啊，圣经嘛甲咱讲啊，迄个鬼向赶出来，到了无水之地，到尾会安怎？伊搁带一个7个比搁较歹的鬼吼。所以咱知影吼。鬼有可能伊若附伫人的身躯顶头，通常毋是一个吼，是成群结队吼，过来的鬼吼。啊，犹太人的观念讲，一个人若互真侪鬼附身，伊有可能伊活袂落去吼。咱看见即个互鬼附身的即个人，伊的身体、伊的心灵、伊的感情、伊的意志，拢互即阵鬼甲伊折磨甲无亲像是人的款啦。吼，所以对伊来讲。
耶稣若甲即个鬼赶出去，伊是毋是咱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大问题吼。好啊，因为对即个鬼，互鬼附身的人来讲，鬼离开伊，固然是一个真重要的事，但是鬼离开了他之后，他会不会有创伤症候群？古早时代的人当然毋知影即个字吼，但是咱现代人拢知影，你经历过很大的痛苦、悲伤、伤害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创伤症候群，这个物件会影响到你吼。所以对即个互鬼附身的人来讲，伊有创伤症候群，上重要毋是干那甲鬼赶出去尔尔啦，上重要爱互伊有一个感受，他跟这些鬼不再有连结了。所以耶稣不是讲啊鬼出来，安尼鬼拢出来。你相信不相信耶稣一句话就可以把鬼全部赶出来？可以啊。啊，这人好像好了。但是真重要，我讲耶稣做代志有时阵真重要，就是要让人去体会到、经验到那个很具体的那种经验。所以安怎？伊要处理的是这个创伤的症候群。伊爱互这人去亲手去感受到、经验到，这阵鬼已经真正完全的离开，这是这个医治一个真重要的一部分哦。这个我们在做心理治疗时，有时阵常常需要加强这个人哦。所以爱有一个真戏剧化、很鲜明的经验，一个很清楚、强烈的事实呈现在这个人的面前。对伊来讲吼，所以耶稣讲怎？透过互2000只猪仔冲入去海的这个画面，互这个鬼附身的人看见，讲安怎？这附伫你身躯顶头的遐尼济鬼，已经完全离开你啊！现在像弟兄们，你有没有看过2000头猪跳下那个海里的画面？有没有看过猪瀑布？迄是一个足震撼人的画面，你知道吗？阮小时候嘛，定定吼，有当去人迄个水边啊，甲石头还是甲土啊推入海里面，啊，啊头看了头，但那小朋友啦，不是把那个整个山内底的头，就是丢几颗石头，或者你会感觉讲迄个画面很壮观哦。我要讲的是讲，当遐水跳入去，这猪跳入去水内底的时阵，迄个人看见伊安怎？对那个被鬼附的人，那个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伊会真清楚去感受到，附伫我身躯顶头这个鬼，拢已经离开我。然后这件代志发生了以后，放猪的人就逃走吼，城内底人听见这件事，因就走来看讲发生什么代志吼。然后就看见这个人坐地表示安怎？伊内心安静落来。伊本来日夜伫山内底大声嚎叫，摕着石头伤家己，连铁链都绑伊袂掉。这个时候，他可以坐下来。我毋知恁即摆坐咧教会礼拜堂内底听牧师讲道，恁内心是安静还无安静啊？是你很躁动，你有没有安静下来？伊坐咧表示伊内心安静。然后圣经讲伊安怎？伊穿上衫，他穿上衣服，表示伊有了羞耻之心。他心里明白过来哈，这个心里明白过来就讲伊的精神甲伊的理智拢恢复正常哈。亲爱兄弟姊妹，安尼这是一件好代志，还是一件歹代志？恁感觉这是好代志，还歹代志？好代志吼，好。但是四位的人感觉真着惊，因真要求耶稣离开因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无，我安尼讲，这个互鬼附身的人，伊变成做正常。总是边仔遐正常的人真惊耶稣啊！你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啊，恁应该以前捌读过这段圣经嘛吼？因为什么？因为因感觉耶稣交了因的生活。亲爱兄弟姊妹，耶稣还未来正前，这个无正常的人，伊虽然无正常，总是不要紧。为什么？伊住咧蒙阿堡啊！阮兜住咧地堡呢，你住咧蒙阿堡，甲我一点关系都无关系啊！迄你伫遐嚎叫，大声嚎，大声叫，阮兜有迄个气密窗哦，关较暗的，你去伫遐吵，甲我无关系啊！所以呢，不要来就好了，你不要干扰我就好了。但是这个人正常啊，因却损失2000只猪吼，这个人感觉这个人得救无比2000只猪较重要。
虽然因有看见到耶稣极大的能力，伊嘛知影耶稣有极大的能力会当甲这垃圾鬼赶走，但是耶稣救一人损失2000只猪呢，耶稣若救较侪人咧，我的台积电拢了。如果耶稣救了很多人，你的台积电股票会崩去，你要爱救人无？我相信咱台湾人无安尼。假设当然耶稣救人跟台积电股票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耶稣若叫足侪人爱互台积电股票崩落，我相信咱台湾一定甲耶稣赶走的啊。我较重要啊！我管你什么灵魂得救，你们同意吗？还是你们不是台湾人？你们如果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你会感觉抢救灵魂较重要。但是你若是一个台湾人，你有可能会感觉安怎？苦较重要。我不是在说台湾人不好，我要讲的是大多数的人拢是感觉苦较重要。但是做一个基督徒的人，伊会发觉到讲，钱重要以外，抢救灵魂佫较重要啦。现在是因为这些人感觉讲耶稣若加救几个人，有可能造成他们不可预测的损失，所以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哈。今仔日这段经文有讲到3个无相共的要求，3种不同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乌鬼请耶稣莫叫伊去无底坑。第二个格拉森人要求讲耶稣安怎离开因。第三个，这个奉救的这个人讲，我要来滚地耶稣。这个是3个不同的要求。好真奇妙咱来看耶稣有诶答应，有诶无答应耶稣答应的拢是迄个看起来这个要求不合理。但是耶稣无答应，却是这个要求看起来袂歹第一个乌鬼要求讲莫笑俺去无底坑，安怎？因为乌鬼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也没有打发这群鬼去无底坑你莫想讲这鬼附低落咧海内底，叫去落去无底坑没有？无底坑是将来审判要关魔鬼的所在所以这滴落咧海内底，毋是去无底坑所以耶稣嘛无甲因送去无底坑第二。这个格拉森人要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讲好啊，你叫我离开，我就安怎？我就离开耶稣无就有气魄，讲你叫我走，我就不爱走，伊就离开所以这2个不看起来不太 OK 的要求，耶稣都同意了。耶稣也不勉强这些人相信，伊就离开上落尾是这个奉救的这个人要求讲我要来跟地耶稣，耶稣安怎？耶稣讲袂，你莫来跟地我。你回去到你家己的故乡，你家己的家乡，去见证宣扬上帝名。那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讲，伫耶稣行神迹的时阵，伊行了一个神迹，伊常常拢叫人讲，莫甲别人讲。有无？你有这个经验无？伊常常拢讲莫甲别人讲为什么有这个互鬼附身的人，耶稣甲伊讲，哇！你著回去你的故乡，讲互大家拢知。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伊是一个外邦人。这个互鬼附身的人，这个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伊去外邦人遐讲，袂引起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因为耶稣有伊的时间迄个时间还袂到，伊抑阁袂当互伊去即个什物去世界报扬伊的名所以耶稣要求讲，你去甲人见证讲耶稣伫你身上所做遮代志咱伫今仔这个经文中间，咱有一寡咱会当来思考的代志，就是讲对咱来讲，咱有活伫咧捆绑中间我相信咱中间大多数兄弟姊妹，毋应该莫讲大多数，全部兄弟姊妹拢袂感觉咱是去鬼附身的啦。我们也应该都没有嘛，对不对？好，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咱毋是互鬼附着，但是我咧讲，伫咱的信仰有一项物件，比互鬼附着佫较严重。你敢知影什么物件？做捆绑。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像那个以前那个时代那么多人，他觉得被鬼附到不是魔鬼偷懒，是魔鬼他用聪明的方法，互鬼附着你会安怎？你会超出上帝啦。你知影无？一个人当魔鬼让我们觉得我被鬼附了，我们大家会寻求赶鬼的能力，寻求上帝的能力，把这鬼赶出去。鬼若哪济，咱会哪超出上帝。但是魔鬼伊用什么方法？伊互你感觉这个世界无鬼，但是我继续伫罪内底就好。罪才是对人最大的捆绑，不是魔鬼。
罪会甲咱捆绑啊。吼，所以咱的性命若去互罪绑掉的，安怎？咱袂成长，咱袂悔改，咱袂真正会相信。所以魔鬼伊做的方法，伊毋是要叫伊即马吼，你若有去看过迄、即个一本册吼，就是迄、我常常记袂起来说，迄个魔鬼的2个策略吼，大鬼跟小鬼的2个策略吼。那大鬼去问那个鬼头啊，伊讲嘛，小鬼去问鬼头讲啊，要即摆的人拢吼，要安怎互伊卖信耶稣？小鬼就讲哇，我们鬼要怎样？使出各种方法，到处制造迄个恐惧害怕。啊，迄个鬼头讲，你这个方法无效啦，你安尼甲因惊，因就安怎？因就哪求上帝啊？啊，迄个大鬼就讲，那我们让他们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等因感觉这个世间无鬼的时阵安怎？他们就放松了，他们就追求自己的享受。所以魔鬼的策略是互咱互罪捆绑，毋是用鬼甲咱捆绑。咱爱说你啊，亲爱兄弟姊妹，你感觉你的生命内底有啥物物件甲你捆绑着，互你无法度成长，无法度改变，无法度好好追求主耶稣无？很可能是罪，不是魔鬼。所以我们很需要的是被释放，不是从被鬼捆绑的释放里面被放出来，而是被罪释放。咱耶稣伫咱的生命，互咱会当改变。宗教无法度改变咱的生命，耶稣基督才会改变咱的生命，互咱会当伫伊的内面得到真正的迄个生命的改变。另外，伫这个世界的中间，有一个人，伊伫主流社会之外，他是边缘，他们不被接纳，他们被人排斥，他们的内心承受很多的痛苦、压力，甚至日夜不停的喊叫，甚至会伤害家己，来转移他们内心的痛苦。其实，这样人真需要耶稣的听，需要经历释放跟医治。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福音存在的意义啦。咱求上帝帮助咱看见这人的需要吼。第二，咱伫这个经文中间，咱学习到讲，哎呀，看重灵魂的价值吼。一个灵魂的价值赢过侪物质的价值。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传福音你做足侪代志，开遐侪钱，总是得救的人遮尔少，安尼做敢有意义吼？我会记草第20年前，有一届咱7星中会，甲台北中会2个中会吼，伫228纪念公园办一个平安7月暝的联合布道会。啊，我做陪谈组组长吼，我就去招阮教会青年大家来接受视力陪谈训练啊，上落尾也好调时阵啊，整个228公园两个什么中会安尼做伙办的一个迄个布道会，总共几个人信主决志，你知影？一个阿嬷信主，迄个阿嬷尾仔就去我以前服侍迄个教会和平教会吼，迄个阿嬷有够认真的啦，有够拍拼，伊逐个礼拜拢来做礼拜吼。啊，为什么伊遮尔认真？因为伊的生命有真侪艰苦，他有好多好多的苦。我听伊讲到伊的故事的时阵，我拢会感觉上讲哇，上帝，我感谢你，你互迄2个教会、2个中会破天荒啊！在更早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之后再也没有吼。7星中会甲台北中会合办平安7月暝，后尾拢改做咱7星中会家己办，后尾拢甲讲啊，咱办迄个一个餐会，大家邀请来参加啊，中会补助钱，我毋知咱中兴教会有参加过，我伫北区常常参加逐年拢有办就是各个教会、各个区自己办的，就没有2个中会合办。2个中会合办，伫我牧会这30要20几年来，甲以前的观念咧，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阿嬷得救。但是你听迄个阿嬷伊的生命拄着遮尔侪艰苦、遮尔侪困难、遮尔侪挑战，我就感受着讲，哇！主耶稣，你为着要救这个人，你感动7星中会传道部甲这个台北中会传道部破天荒携手合作，合力演出为着要互一人得救。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为着一人灵魂得救，付出迄个代价，有价值无咱圣诞节要到啊！圣诞节要到啊！我相信每一个教会伫即个圣诞节要到，就开始伫遐排戏啊、练歌、团练
咱兄弟姊妹伫遐做足侪。你若无有一个足重要迄个观念，就是我是为着灵魂啊，不是为着庆祝啊。耶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庆祝他的降生，所以你莫甲我讲庆祝圣诞节符合圣经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那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啊！咱付出遮尔济，咱伫遐练习，咱伫遐排练，咱伫遐做伙，为着是要将福音甲人分享。这个观念若无对，你会感觉哇，逐间教会逐年就伫遐大拜拜啊！咱毋是要拜拜吼，咱是要互人得救。落尾我要讲，伫圣经中间，耶稣总共去过一届格拉森吼，对答了后，伊毋捌去过第二届。无着你，咱顶一届来遮讲的时讲，耶稣怎样？顶一届我讲到的题目是啥物？内容是啥物？个人袂记吼，我知影讲牧师讲到了，大家拢甲放袂记啊，正常的。我上次来讲的是平静风和海，还记不记得？两人同一周去访欧阳修嘛，对不对？耶稣就是迄平静风海。亲爱兄弟姊妹，耶稣伊安怎？伊坐船经过加利利海迄个大风的危险，去到这个所在，为着是要救这个人。然后伊用2000只猪的代价来换一个人的灵魂，为着是要互这个人得救。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就是安尼做代志，为着要互这个人得救，伊安怎？伊特别去到这个活别人的所在。然后这人一得救，耶稣就人赶走离开迄个所在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想看卖啊？这个格拉森如果被鬼附的人是你，耶稣他愿意这样为你，你有没有很感动？我要讲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咱每一个人的得救都不是出于偶然，拢是上帝的拣选，拢是上帝的计划。耶稣特别走这一趟去救这个格拉森的人。耶稣嘛，伫你的生命中间，用伊的计划，用伊的引带，用济人对你的带领，互你有机会来认识耶稣。那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亲爱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咱的得救拢是出自上帝精心的计划，没有被暴风阻挡，没有被很高的代价拒绝，为着的就是要互咱得救，这就是听咱的耶稣。所以咱得到这个救的时阵，这个咱爱知影，这是一个极重的代价。什么极重的代价？用耶稣的性命甲你交换。你的生命值得用耶稣的死来交换。这就是圣经甲咱讲的，这就是福音啊。所以。毋是迄个，毋是干那讲咱教会开偌济钱尔，嘛毋是干那咱开偌济时间精神尔。上帝伊付的代价，就是用伊的独生囝的命来换你的命。上帝听咱到安尼啊，愿意咱学习着即款的功课，咱也为着灵魂做伙来付上代价。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求你帮助阮，会晓为着灵魂的代价，阮来付出。阮看见着。每一个人的得救，拢有上帝你美好的安排甲计划，包括阮的得救。愿你保守帮助引带阮，来回应你的听甲恩典。伫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特别伫即个圣诞节的节期，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阮也看重透过即个节期，人来传福音。主求你固守帮助阮，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就是咱用554首来学咯，请起立来吟转首。
准备心来奉献，请誓言者来誓言。上元400上元煞，咱请詹牧师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伫地，也感动咱每一个人看重灵魂的价值，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对担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我来简单的报告。第一点，咱今日12:50有伫4楼有一个活动吼，是咧做日式的面包，啊，请有报名的，请咱准时来上去参加。第二项，咱今日下午2点嘛有敬拜团的训练啦吼，啊，请团员会当准时来参与。第三点，校长咯会附上有咧交电礼拜。是伫10月23下午2点半，啊，咧参加的麻烦来伫后壁布告栏遐有报名表吼，啊来伫遐来填写你的人名安尼，互10月23
继续，咱来请今日有咧讲感觉，吼，那请泽博啦吼，来讲咱今日咧查经的分享，了后时阵咱较请张牧师甲咱带导安尼。大家平安。那我们这礼拜进入加拉太书的，就从第2章到第6章的部分。那第2章上次讲，先跟着一下，上次我讲到加拉太书成书的时间，它也有我回去查，它也有可能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使徒会议之后。那我上礼拜是讲是之前，对。那它有2种说法，那第2章这边有一个重点，他那个保罗他就是那个发生一个故事哦，他那个彼得他在安提阿跟那个外邦人吃饭，那结果他遇到这个从耶路撒冷城来的一些犹太人，他就那个就是离开外邦人去跟犹太人一起哦，那就是保罗他看到这个彼得这样子，他就斥责保罗斥责彼得哦。那他认为说，我们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啊，就是我们都是因为信基督，然后那个蒙得这个亚伯拉罕的福气，那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他就是延续到第3章这边，就说因为犹太人一直认为说亚伯拉罕他是因为受上帝拣选，然后上帝吩咐他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他得到了上帝赐福。那但是保罗这边说，没有哦，这是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哦，你就是上帝已经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那你只要相信，那你就会就是得到这个应许。那但是那个就说律法的部分，那律法是在那个神先赐下应许之后，然后又赐下律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人会犯罪，那所以那个神就赐下这个10诫啊，然后还有后续这些他们有613条的这个律法，那是为了就是规范人的这个罪性哦，就是说律法当然它也有功用，它就是让人知道说你是一个罪人哦，那你是不完全，你必须要遵守很多事情才可以达到上帝的这个标准。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律法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所以才需要就是到后来就是耶稣来告诉那个跟他说这个耶稣来是成全的律法哦，因为就说怎么说，就是说耶稣他把人这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他全部都帮你哦，只是你自己的罪性哦，也得到那个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你得到称义这样子。那所以那再就是到第4章的地方，他是那个讲到亚伯拉罕的2个儿子啊，对，2个儿子哦，那就是那个以实玛利跟那个以撒哦，那一样，他也是一样，重点在强调说，那个我们的身份，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以后，我们就是儿子的身份哦，不是奴仆的身份。那所以那个所谓守律法，你既然接受了这个儿子的身份，你既然当然就你不用再去当这个奴仆啊，要去守这个守那个，那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哦。那这也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很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
因信称义，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这个自由。那然后这个自由是，不是说我可以，随便我怎么样都是我的自由。这自由是在限制在那个，爱人，那个什么，那个爱人如己啊，哦，就是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回到律法，耶稣讲的律法精神，第一条就是尽心尽力爱主，那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哦，那所以，到第6章的地方就是讲到，就是有讲到那个很多，延续这个精神，就是说，有讲到部分的那个行为规范，就，这个，教会你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那这边有很多，呃，那个就有很多教导啦，哦，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在那个，呃小组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讨论。好，谢谢。倒甩像咱落灭岛来比会。咱要为着咱教会的机体来带导吼，咱看咱教会就部内面的这机体甲带导事项当中，咱有看见讲为着咱教会机体欠安尼兄弟姊妹吼，有陈碧英吼、周万国、周万民，个黄水桃、严光正、张立勇、严百灵、张杰宇，个严百俊。除了即几位兄弟姊妹的状况，可能咱较知影以外，我手上也有几位补充的吼。我以这个王彩云姐妹吼，伊有失智的状况吼，咱为着伊祈祷吼，伊今年70岁安尼。为黄秀英姊妹吼，伊有中风了以后身体恢复，即马伫迄个台北中国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吼。在治疗中吼，请咱为伊祈祷。还有陈辉雄兄弟，伊肺部感染吼，要心也营养无法度吸收吼，即马伫即个加护病房底下咧治疗中吼。咱大家同齐为着你有感动，你知影你熟悉的兄弟姊妹做伙出声来祈祷，落尾我来做结束的祈祷吼。咱同齐做伙出声来祈祷。特别上帝，阮伫你面前，阮的交托仰望，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中。主，你是阮的上帝，你是伊哋的主，你也是知影阮病痛的上帝。所以，阮要为了辟真者、万国兄、万民兄、贺水桃者、光正兄、立勇兄、白灵者、泽夫者，还有德俊兄，主，阮为着因祈祷，主，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求你视落你的疼，你的稳定甲因萨甲直地。阮也特别为着彩云者、秀英者，个有这个兄，阮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求你使用，求你保守，求因的病痛平安，互因经历着你的疼痛甲你的稳定，互你的帮助，因的生命，何况是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代祷的力量是极其大的。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你必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你要照你的心意来成就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教会的这些肢体，为着碧珍姐、万国兄、万民兄、瑞桃姐、光正兄、利勇兄、百灵姐、杰宇姐，还有百俊兄。主，我们将他的身体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是医治的上帝，你是创造人的上帝，你也是在我们困难病痛当中安慰、扶持、陪伴同在的上帝。我们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我们也为着彩云姐、秀英姐，还有辉雄兄祷告。主，他们在住院当中，他们在治疗当中，需要上帝你的爱、你的恩典。愿主你特别加添力量，与他们同在。也为着我们所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家人，主求你与他们同在。你知道，在照顾亲属家人
生病的人当中，主，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没有力量，我们会觉得软弱失智。主，求你帮助加添力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靠着主你得到刚强，在你的里面得着释放。愿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叫平安礼，平安礼了的时阵，咱继续有小组的分享。